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是伫个昨来举行着第2轮的会谈，双方达成着协议，同意来开设着人道走廊，让这个老百姓会当来脱离着军事冲突的区域。但是若讲到要讲和咧，也是无共识。啊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，伊本人都爱到普丁来谈判，才会当来停止这场的战火。同时嘛，希望西方的国家会当提供予乌克兰更较侪军事的援助。啊，美国是对俄罗斯祭出着另外一波的制裁，这个制裁的对象包括普丁的亲信甲机械企业，来冻结着因的资产。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拍超过1礼拜，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3号伫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谈判。双方唯一的共识就是开设人道走廊，让平民离开战事区。刚一讲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，希望和普丁见面谈判，不过双方谈判地位要对等。It's not about I want to talk with Putin. I think I have to talk with Putin. The world has to talk with Putin because there are no other ways to stop this war. That's why I have to. 泽伦斯基讲，西方国家若无愿意甲乌克兰的领空划作禁飞区，安尼就提供战机予乌克兰。嘛，警告乌克兰若是用拍落来，会影响到更较侪国家。Далі буде Латвія. Запам'ятайте нашу зустріч. Латвія, Литва, Естонія, Молдова. Далі буде Грузія, далі буде Польща. 无法度达成停战的共识，美国伫当地时间3号宣布另外一波制裁，对象包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等等，搁有俄罗斯19个寡头统治集团成员和因的家属，搁有普丁的朋友，俄罗斯上好野的人拢伫名单中。Seizing their assets, seizing their yachts, and making it harder for them to send, their children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. 和俄罗斯政府关系真好的企业，包括俄罗斯新闻网和战略文化基金会，嘛拢伫制裁的名单中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